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嗱，成日都聽到我哋保德介紹自己可以有一站式整備服務嘅，咁究竟乜嘢係一站式整備服務呢？嗱，除咗機修維修嘅呢個項目之外呢，全車內外翻新呢，亦都係我哋嘅強項嚟嘅。嗱，以呢部 Stairway 為例啊，10幾年嘅車，梗係有好多歲月嘅痕跡啦。嗱，好似呢啲軚盤啦，啲飾件開裂啦，座椅啦。咁所以車主都揾到我哋咧，希望做一個全車嘅升級。嗱，今次咧我哋嘅座椅就會同佢全部換呢個喇叭皮，同埋升級埋呢個地板，更換一個全新嘅地板啦。咁另外駕駛當然唔少得嘅，加裝翻一個全新嘅一個馬鞍，增加翻呢個放雜物嘅空間。另外駕駛亦都需要換一個全新嘅13寸大 mon， 咁啊提升翻呢個娛樂性。咁我哋一齊嚟期待佢嘅蛻變啦！嗱，經過我哋團隊嘅努力咧，部車嘅升級就完成啦！嗱，一齊睇睇佢升級後嘅效果啦！哦，嗱，呢個地板、座椅、大屏機、扶手箱，多功能嘅扶手箱，仲有呢個電動尾門。出去玩跌晒啦！我哋保德提供一站式整備服務，梗有一款適合你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保德哦。